太子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爱来谈嘅两个呢，是谈一个自然嘅现象，自然嘅现象，三机像三行使用嘅，其实第一机很多一百足嘅无数数，一百足嘅无数数，做唔到念唔求啊！哎呀，书方看看有一百足嘅吼，我想那压过来捉过来，问题啊也捉唔到呢，又念唔求呢，又按神奇，就有鬼神呢无所说，也谈一种自然现象，迄么个东西，要看米带，按都一样的啦，捉嘅一样的哦，虽然佢迄捉嘅，唔过因捉唔到佢啊，又也唔求呢，故说佢迄捉一样，捉嘅一样，答案係一样的。好，